让我们有了第三宝。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诚心的时候，就一直是扣求劳碌。我现在美国刚起的阶段，只要是出去要去渡人，去渡人事先一定跟老母叩首，请老母慈悲。在渡人的时候，就一直求救老师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老师，老师帮忙。那么记得有一次，一直在渡学校的一个密斯拉的母亲，那他呢是渡了好几次，都不去求道。那有一次献火班5点时，请或许在华语组，那么老师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啊？老师就问，或许就问老师，老师慈悲，为什么我渡密斯那个附近都渡不来啊？老师说，你这个小徒儿，你一起就叫的要求道，还是叫老师？那老师就在你旁边吗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老师为了你们这些小徒儿，在天上在到处都要跟南海伯伯所有的仙火还要讨交钱。你们人情也要为其做，初一十五现场的水果，带一些随着饭手就过去送给他，学习节善缘啊，不要一起就求道。后来或许也懂了，开始就用这么一招，每天供桌都有水果，只要是渡人，不管是不是初一十五，都一定带了水果。那么跟他说这是拜仙佛的，是吃平安的，这是有加持的，这个吃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好，对我们身体很好，对我们的心会更清净。那个密斯那个夫妻终于被渡来了。